當熟悉嘅生活常態崩潰，我哋所依賴嘅制度瓦解，群體面對住撕裂同埋離散，我哋仲可以喺邊度揾到上帝呢？同樣，第一世紀嘅信徒亦都面對住好大嘅創傷。當聖殿剛剛被毀，政權不斷嘅壓迫，而信徒甚至要面對來自身邊嘅人嘅背叛。馬可福音就係喺呢一個廢墟嘅處境裏邊去到誕生。原來馬可福音唔單止係一個歷史裏邊嘅記載，佢更加亦都係一本寫俾當時候受傷群體嘅一本生存手冊。馬可透過層層相扣嘅故事，重新閱讀舊約，帶領我哋再一次喺動盪裏邊看見上帝嘅同在。誠邀大家參加建道無牆教室馬可福音的舊約回響，災難後的故事再想像。